策展人語：從感知之外、感知之間，走到今年嘅感知蛛絲黐住枝樹枝。感知始終係賽馬會科藝共融計劃嘅核心命題。然而，今年嘅展覽唔再係只係關於感官如何被轉換或者延伸，而係回到身體本身，回到感知生成嘅瞬間。感知蛛絲黐住枝樹枝，好似一則急口令。喺觀眾踏入展場之前，便先以口腔、呼吸同聲音嘅細微動作，預演一場感知嘅練習。反覆嘅卡頓、失誤同修正，令人意識到感知並非抽象嘅理解，而係由身體不斷調節、回應世界嘅過程所構成。咁正呼應展覽嘅英文主題 Embody and Vision Ensemble， 亦回應計劃對藝術通達與共融嘅關注。Embody 以身體作為感知嘅起點，學生作品透過觸覺同動作嘅探索，回應智障人士嘅藝術參與同身體經驗。And Vision 透過感官轉譯同重新編排，重構觀看嘅意義，為視障人士開拓超越視覺嘅感知路徑。Ensemble 就着重共感、節奏同集體參與，喺聲音同互動嘅共享之中，建立適合聽障人士嘅溝通同表達方式。展覽匯聚學生同導師作品，涵蓋聲音、觸覺、動作同空間感知嘅探索。學生作品以遊戲化與實驗性嘅方式，令藝術創作成為一種即時可被感受嘅經驗。導師作品則引導觀眾喺視覺受限或者感官重組嘅情景中，重新理解聲音如何定位空間、承載記憶同激發想象。計劃聚焦肢體障礙、視覺障礙同聽覺障礙三種唔同能力狀態，而 on 呢個語言前綴，意指使之成為，正象徵藝術科技所扮演嘅角色。藝術同科技在此唔只係工具，而係賦權 empower、鼓勵 encourage 同擁抱 embrace 多元感知嘅力量，拓展參與方式，並將差異轉化為共享嘅創作經驗。感知蛛絲黐住枝樹枝，既係一個玩味嘅語言入口，亦都係一個感官嘅邀請。喺蛛絲般細微卻堅韌嘅連結之中，身體黐住聲音，聲音黐住空間，而我哋喺彼此嘅感知之間，逐步編織出一場多感官嘅合奏。